放射治療同埋化學治療其實係兩種主要對付腫瘤嘅治療方法。放射治療係一啲高能量嘅射線照射腫瘤嘅細胞，佢係可以穿透腫瘤細胞裏邊嘅 DNA 去氧核糖核酸，破壞咗佢，使到細胞死亡。而化學治療俗稱化療咧，係一啲藥物嚟嘅，通常通過靜脈注射嘅形式，佢係針對一啲生長得比較快嘅細胞，破壞咗佢。腫瘤細胞係一啲生長得比較快嘅細胞嚟嘅，所以專門針對快嘅細胞，殺死呢啲腫瘤。其實我哋口腔黏膜嘅細胞，亦係一啲生長得相對比較快嘅細胞，同樣受到電療同埋化療嘅影響。我哋身體係會修復呢啲細胞，但係因為修復嘅過程比較慢一啲，追唔上平時脫落同埋生長嗰個補充，從而形成咗口腔黏膜嘅發炎，俗稱嘅飛滋啦。當出現飛滋嘅時間，我哋食嘢就會比較疼痛啦。同埋會容易細菌感染呢種情況出現。其實我哋嘅身體好聰明嘅，呢啲破壞咗嘅細胞其實識得自我嘅修復。呢個修復嘅過程係需要額外嘅營養。營養喺邊度嚟咧？靠我哋進食啦。我哋平時食嘅飯餸最主要提供碳水化合物啦、蛋白質啦，咁但係好多時我哋努力進食咧，其實都可能唔夠啊。原因咧，因為飛滋好痛進食食得唔多同埋接受治療個人好攰，冇胃口。呢個情況之下，我哋一定要食一啲額外嘅營養食物。其實我哋可以飲用一啲提升免疫力嘅營養配方，因為呢啲營養配方可以提供足夠嘅能量同埋蛋白質。除此之外，佢哋含有精氨酸、核苷酸同埋奧美加3魚油。精氨酸可以提高我哋嘅免疫能力，佢刺激白血球細胞嘅生長，從而對付腫瘤細胞同埋殺死細菌。核苷酸係合成我哋 DNA 同埋 RNA 嘅最主要原料，可以幫助細胞盡快修復。奧美加3魚油佢含有 DHA 同埋 EPA。亦都可以提高我哋嘅免疫能力。用咗呢啲營養配方，可以將嚴重嘅口腔黏膜發炎減低，由原來嘅45% 減到16%，使到病人可以依時順利咁完成整個治療，將治癒嘅機會大大提高，減低翻發率。